我哋團隊喺九龍啊、港島嗰邊咧，其實一直都係有做開痛症為主嘅。我嘅經歷又比較特別啦，因為我一去做嘢嘅時候咧，我係去一個比較綜合型嘅中心去做嘢。咁入邊咧，其實接觸到咧唔係就係單止中醫嘅技術啦，咁樣亦都會了解到脊醫啊、物理治療師啊、西醫啊，甚至營養師好多方面嘅醫學資訊。咁其實我哋喺個 centre 入邊就發現到咧，有好多需要呢一類型綜合服務嘅患者咧，往往都係一啲老人家嚟嘅。但係好可惜嘅係喺出面嘅中心咧，超過咗一定嘅歲數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多 centre 都係唔接嘅。咁但係我哋反而就覺得正正就係因為有呢一啲嘅 service 先可以真正咁幫到呢一類型嘅患者，所以我哋就決定搬翻入去地區入邊。最主要嘅原因都係方便翻老人家佢哋，畢竟佢哋係行動不便嘅時候，佢哋係好難持續地接受一個治療，係去九龍啊、去港島啊去進行一個治療。咁所以我哋就開一個綜合性嘅診所，希望就提供到一個綜合啲、全面啲嘅服務，去治療到呢一班有需要嘅患者。